要么就是说支持讲吼，暂时先放过。啊，对，本来咱按算好的代志，本来安尼顺顺啊吼，啊，拄着代志了，咱心内起烦恼啦，啊，烦恼了啦吼，大丢丢，要气有气，所以咱知影咱真个确实啦吼，气行安怎？用厉害。用合气啊！也叫合气袂转来啦。啊，互我吼，互我咧想啦吼，你若讲咱已经退休啊，时间好安排嘛，无啥物挂虑啊，是搁无要紧嘞。啊，毋过互我吼，咱真个是需要趁钱的时代啊。哦，啊未退休，搁需要趁钱过生活。啊，所以吼，考虑有够多，有够多。哦，那想想了啦吼，哇，心就愈来愈乱啦。啊，拄啊吼，真几工啊，点啊需要支持。啊，所以有做这代志吼，咱生活中做这代志，我咱有一个体悟吼，应该这甲咱做一个影响的，其实这甲咱今日的地步很有关系。生活中的代志上多，需要咱安怎？心足简单，袂清净啊。啊，咱袂清净吼，咱智慧袂走出来，智慧袂走出来，心就永远定袂倒来。啊，代志就安怎？本来伊的代志拢袂出来，所以我今日要来咱爱上伊吼。今日要来咱爱上伊吼，本来我以前诚熟，你敢知？我拢记一条路，先到阮的人养运动。啊，对人养运动吼，徛什么路，我安怎，我迄种我几若遍拢熟啊，你看出来？啊，尾仔咧，今日说明一下。啊，心内搁咧挂念讲吼，哇，我今日有真一个工课，咱若无好好啊讲吼，对不起啥？对不起咱重新的安排，对不起咱前辈者，对不起咱济公老师、大会菩萨，对不起咱上天哦。哇，啊，规个头壳拢咧笑，要怎讲？啊，煞袂记即边都行来咱遮，啊，我倒咧好佳哉咱有手机啊吼，导航，导航就较试了，准，我准哦，所以这是头先像咱感冒啊，咱若智慧无够，背后心意无够，咱的心就容易乱了，啊，乱就是咱头拄啊，咱点嘛所讲的，心就够散乱。散乱了，你讲要止于定，要止于想，敢有可能？足困难，啊，所以真正人要落了定啦吼。那今日佛学吼，负责这是中心指派的，负责甲咱各位讲一个题目，叫做学习放下，互心毋通发忝嘛，让心不要那么累。这是用国语发音较顺啊，台语咱袂安尼讲啦吼，就是讲毋免发忝啦。其实放下，这两字对互学真正是对啥？对咱有知识，啊，袂就来着着，咱着定定咧讲啊，哎哟，你着放下啦，毋免想啊多，有无？这两字，敢是各位真正你来着着，我听着咧？毋是啦。生活中，大家拢咧听，啊，这是啥物智慧？这是佛的智慧，这是佛的智慧。佛伊有伊的啥？咱叫做佛的威力啊！所以伊讲的话，深入咱人的心，代代相传。所以这放下这两字，其实你问足侪人，大家拢会晓讲。啊，毋过各位。放下敢有较简单？简单。搁问一句吼，咱敢有需要放下？这有两个该知的问题。看你伫修道，你行到啥物阶段？前几工，我真正前几工吼，因缘拢拄较好，互我吼，都伫咱安仁中心。工书啊，咧读工书啊，我就有一个发觉啊，每一遍互学稳着的题目，拢是互学上需要去修炼的。啊，所以啊，你
你当着这个题目，就有足侪音乐演互你看。前几工，我真正是一无偌久，前礼拜前了，互我太太去咧问互我啦，互我太太去咧问我啊，咱讲放假哦，有啥物放袂下？有啥物放袂下？其实啦吼，其实我头头甲人讲啊，这应该袂使讲的嘛。咱明年做一个题目啦，要讨论为啥物放袂下。毋过今仔日题目已经来啊吼，咱就共款，咱照规矩吼，该讨论吼。放假，咱对以前听较真，听不了10天啊，各位你嘛知啊。有的人个性无共，听到放假2字，伊无感觉。我就是即种人。你会感觉讲，各位前日可能想讲，哇，讲出你是讲你收了做好呢，拢毋免放假呢，毋是即个意思。我的个性叫做散散，听有啦吼。我的意思，个性叫做散散，叫做无要无紧啊。得着个代志，咱想要了完，当然埋头先啊。若生活上个代志咧，少少去散散，安怎散？哎呦，涂骹太高安尼，涂骹太高安尼，感觉扫扫诶。你要在甲讲啊，迄个厝里有粪扫啊咧，粪扫车来啊，感觉啥物倒倒诶。哎呦，哇，感觉无偌济，算了啦。所以互我讲，我伫厝里呐，最近拢安尼，就久久啊倒一个垃圾，伊无影响啦，毋过看看诶，我就安尼想啊，确实哦，每一个道理伫每一个人身躯顶，其实产生的作用无同。有的人听着放假，其实伊本来对人世间的代志，伊就不在意啊。伊就不在意嘛所以你甲放较济，放假，其实伊就不在意，伊袂去管伊啊。毋过伊到真正放假，无咱会记咧吼，伊到真正放假，伊放袂下。佫一个赞助咧，我头拄仔讲啊，咱到需要放假。好需要。迄个赞助是讲咱需要放假，我特别问有个意思是讲，当咱各有情形，你若修持到某一个阶段，这对心来是就讲当你若修持到某一个阶段，你会发觉，我因为这是尾仔结论，毋过先甲咱讲，到放假无放假的问题，无放假的问题，没有要不要放下的问题啦。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啊，各位前天，咱敢会晓食薰啊？大部分的前天拢袂晓食薰啊。正口做侪人最爱食薰，有啦，社会上做侪人最爱食薰啊。食薰的人，伊若感觉有迄个困扰，人讲你着爱改薰啊。有咧食薰的人，伊爱改薰；无咧食薰的人咧，咱敢有需要改薰？无。我闻着薰味就艰苦啊咧。我进行反正个问题是啥物？怎么躲避二手烟呢？怎么让二手烟？按照人讲的二手烟不要伤害我们自己啊。所以其实咱讨论这个放假，伊是有赞助的。毋过照规矩，咱底顶有道理，就是爱照规矩，咱就对基础的来。所以各位拄咱点老师有讲你累了吗？为什么咱要研究这个题目？为什么咱要研究这个题目？因为我定听着这4字啊，有心后底啊。会安尼袂？我是真正听阮囡仔讲过哦。忝伫倒位啊？
搁有搁理由啊。话你是安怎？为着食一顿饭啊，开1、2礼拜咧讨论啊，会安尼袂？会啊，讲要聚餐啊。讲要聚餐啊。20个要聚餐啊，20个有20个意见啊。咁来咧，绝对的嘛。啊，真的生活，大家拢愈来愈富裕。你讲的迄个看起来好食，你讲好食，啊，毋过我食过啊咧。啊，迄个你讲好食，啊，我感觉无好食咧。我即道较想要食另外一项啊，所以互我以记咱个聚餐为例啊，为着要食迄顿饭啊，迄顿饭才2点钟尔。同学相聚、好友相聚，拢好啦，就是咧聚会，大家食一顿饭尔，爱开不然礼拜去安排无？有可能呢。啊，紧食，啊，紧了人多，敢爱先甲定位啊？啊，定位了，有人讲我袂使去，哇，人数阁出问题，啊，是毋是爱调来调去？啊，所以哦，有甲无呀，迄顿饭食了，讲哦。我心头不只是钱的问题，是人事上来往往，互咱的心感觉有够忝。所以，互现代人拢安尼，一件代志，咱甲正面来想啦吼，一件代志我想要甲做好，爱用心无？你做代志用心的话，考虑这。心会忝嘞，够忝嘞，真正有够忝嘞。互我咧准备这工课，心好累因为咱道较无够，体悟有限。啊，毋过体会阮的工课，咱袂使有袂好啦。伫台仔顶，工书伫台仔顶，句拢袂使虚假。逐句话拢爱有凭有据呢，所以袂使我袂讲，你讲毋对，要加话呢。在场100个，100个就乘以100倍呢。我是讲真个哦，因为你讲毋对，你学袂讲，甚至你妄言，你互在场100几个拢听到毋对的道理。影响人收视，这个过程爱乘以100、200呢。啊，所以哦，心会忝嘞。会啦，正面来讲，你有心想要甲代志做好，我们的心会累啦。咱身躯忝了后，休困就好啊着。啊，若心嘞，你若无适当的释放，你无甲下放下。伊会一直累积啊！各位，咱看新闻，有人迄个啥物啊，照顾因兜的人，照顾甲不60天，伊家己有崩溃无？就开始呢。啊，法律上啊吼，咱会使迄个刑啊吼，法律的刑责，咱会使放无松啊。因为吼真正可怜啊！啊，毋过伫因果上，敢会使放松？无可能。杀人就是杀人，你害人一条人命，人敢爱刑无？爱刑啊！所以为啥物咱要学放下？因为惊咱尾啊，你就崩溃去啊！愈用心的人，你若无有着放下的功夫。你就愈好崩溃，到你一个临界点了吼。啊，你要想要断烦恼，各位这叫做烦恼嘛。你放袂下就变做烦恼对无？你若放袂下，你若想要放下，你就爱抓着迄个根源。咱讲的叫做你爱问着问题，所以咱爱对根源去讨论。所以互我其他人吼，一方面简单记咧。一方面，咱要探讨吼，较深的道理哦，毋是较深嘛，
较详细，咱的方法是较详细，一条一条来点啊，一条一条来点哦，毋通白问，问题爱放对的所在，做好事、做代志爱做到位，这叫做方法真正的方法。哦，这个方法来，咱人为啥无方法？如果各位没有学放下，你无适当释放家己，你放袂下，心内就有压力。各位，你敢捌听过压力这两字？压力。压力啊！哦。你敢有感受到压力？或者你敢有感受到压力？哦。生活上处处都有压力。我准备刚得到压力。哦。有压力了。有压力吼，咱就爱想办法，因为人讲的压力可以让你成长，所以压力其实有正面的作用。毋过你若无适当的调节，咱大家看袂哦。学校吼去网络收一些资料，各位你啊看，你若心内有压力，你无适当的释放，这甲你的个性无关系。我头拄讲的。道上户口拢线线，足大的代志拢不要无紧，问题是代志敢有解决？做人的本事，今日我无动，明仔佫无动，拢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后日佫无动，一个礼拜了佫无动，本事会愈真愈多咧。增加一天，你绝对家己会挡袂牢。有的人敢挡会牢，伊就安尼好气，你看，所以规间厝乱七八糟，会崩溃啊！所以其实管理的心态如何，你若无适当的放下，会影响到你的啊，各位，这是人研究统计结果哦。咱来看，你心内若有压力，你心内若放无下。伊会产生压力，压力你若无适当的释放，伊会累积。上倒手边就是上基本的，咱内心开始出问题。第一叫做焦虑啊，焦虑就是烦恼的不落会，烦恼的是拄底下出来，咱叫做烦恼哦。焦虑就是啥？内底有紧张的成分啊。我足想要把这个代志做好，问题是做袂好，焦虑。我足想要安怎做，结果我就是做袂到，心内会急啊，焦虑啊。第一叫做焦虑啊，第二叫做忧郁啊。各位有一种病叫做忧郁症，有听过无？哦。忧郁症啊，忧郁症是啥物？我烦恼。感觉吼，生活无意义啦，人生无意义啦，你搁甲安怎鼓励伊拢无兴趣啊，迄无效啊，规工闷闷不乐，笑袂出来。其实各位，你也想，伫咱人伫生活中，敢有足侪人拢笑袂出来？你敢有看你一工？笑几遍，一天24小时扣掉咱咧困的时阵，各位，你有几点钟是咧笑的？人基本上拢有捌到一寡忧郁，是讲咱的镜头无较严重啊。医生感觉你这个是一般的范围，伊无甲你变做一种病。医生咧诊断。拢爱到某一个阶段啊，你真正办袂开啊，伊甲你诊断叫忧郁症啊。心内无欢喜，叫做忧郁，定啊，这就是啥物？啊，你就是代表你无放下。啊，过来咧，熬上去，各位熬上去无？上去有两种啊，一种是啥物？你真正大声喊出来，你嘛较好个安尼，你嘛一种是啥？外在无显贵，温水
出在心内，心内有够上帝的，所以咱会定定够上帝无？你若有代表你的压力袂少哦。第四咧，情绪起伏渐大。啊，拄则啊，笑一个，用避免，长期避免，对袂？这是一种压力的典现哦。过来咧，做代志无力啊，无想要做。第七咧，工课分大做。哦，咱去有一个工作倦怠吼。第八咧，对原本啥有兴趣、介意的代志，你本来有兴趣的，兴趣啊，尾仔安怎根本无去啊。所以，佫有一个我佫拍你啊，代志交袂认真啊。有个人讲吼，啊，迄毋是人老就安尼嘛？其實各位人老。記憶啊，會退化無毋對，啊，毋過咱一般人無較早退化，就是互學吼，迄個狀況就是上互學下早頭拄講的，代志傷多，本來記個來咱遮個咯，代志傷多，頭殼底傷多物件，常常想袂起咱遮個落地。迄嘛是一種記憶衰退，啊，毋過迄叫啥？記憶能力，咱頭殼無夠清。所以各位，你若發覺你有互我頭拄講的這9項吼，代表你壓力傷大。啊，你壓力傷大代表安怎？代表你無放下。你有這個壓力，雖然咱講壓力可以讓人成長。啊，毋過有足濟壓力是安怎消磨咱的生命？咱後壁會講嘅嘛。所以吼，你會做成有一個中立吼，逐工攏感覺足忝。啊，若定定困吼，雖然講忝就去困，困袂好咧。第二吼，身體愈來愈沉啊，會咧袂？會啊，心情無好，無想要運動。人講運動會當解啥物？解除壓力呢？你若常常運動的人吼，你咧運動的時陣是咧釋放壓力哦。所以各位，學校無專門講要怎釋放壓力，啊，毋過佇咱咧講的過程當中，其實咱就會應用一寡人講的物件。你若講家己壓力上大，心內放袂下，啊，無你去外口行一個了嘛，有效咧，真正有效，真正有效哦。所以，咱的身軀放鬆。咱壓力就袂無去，心就較袂掛礙啊。過來較嚴重的就影響你的胃啊，啊，過來就是半暝仔容易醒起來，困的品質就變歹啊。哦，啊，過來咧，定定影響心情的歹。各位，咱敢有這個經驗，影響心情歹嘅，有哦。啊！你敢知影原因伫倒位？其實你上細問會啦，有咧投資股票的人，雖然伊無定定看，互我講嘅了是，互我家己有這個吼。啊，毋過互我毋是咧炒股票，所以你放心，互我無是咧炒股票，互我是咧買股票咧領股利啊。啊，要看啥物？退休吼，我較有錢通出國了。咱要出國了完吼，欠機票錢啊。有買股票的人，今日手機啊撒出來，電視看着，哎呦攏青，不足。啊，毋過你可是無閒啊去管理，啊，毋過迄個代志已經發生啊，心吼隨掉落來。因為你上細觀察，你家己個安尼吼，啊，這個就有一個壓力嘛。你想要投資就是你壓力咯。啊來咧，腦破病，注意力難集中，做代志袂專心，情緒低落，定定心情無好，容易發脾氣，其實就是展現出來。
啊，这尾仔会安怎？上正手边迄就是啥物啊？看病啊！哎，太，啊，叫看病啊！会引起咱身躯的毛病无？会啦，乌暗哦，听着一寡人朋友啊，伊讲吼，为什物胃，什物食道逆流啦？有。对你啊想胃食道逆流，你去看医生，医生第一步甲你讲啥？你压力小大吼，你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医生是毋是拢安尼甲你讲？胃食道逆流，我是真诶哦，我听过过人拢安尼讲啊。啊，因得胃疼无爽快，去看医生啊，医生就安怎？医生就讲啊，你检查吼，啊，医生就知影你即个病，啊，因的经验就是讲，你生活上紧张，你生活上紧张啊，所以各位哦，你若心内已经有压力，咱的身躯，咱正讲的是身躯，咱的心才会出问题，对哦，这是科学的证据。虽然讲伊无代表全部，啊，毋过互咱家己咧想啊，对应着啥？咱家己日常生活上所拄着的代志，倒手边这两个单心态，互咱嘛有其中几个问题呢？互咱嘛有其中几个问题呢？互我头头甲你讲吼，头头意思讲你通甲人讲。互咱心内有焦虑啊，因为吼，咱伫道场咧学习嘛，啊吼，你由于工课的时间上多，变做道场的代志吼，随时是毋拢受到工课的束缚。我要做事，要做工课啊，我袂使去了完啊，所以互我最近拢咧想退休啊，退休。爱食饭无？哎呀，你来道场是要了完的，啊，你要开道场的钱吗？毋是安尼哦，你若来道场了完，你搁开家己的钱较好，这叫做双赚的了完哦。财是伫咱家己行道的因缘，这嘛是财是啊。因为咧安怎做你家己去行道啊，所以我想讲退休钱吼，爱安怎爱欠一条钱，所以我才会讲，我有去买股票，要领伊的股利啊，爱烦恼袂？会啊，股票咧起落会烦恼袂？会啊，钱无够会烦恼袂？会啊，年纪大，互按算吼。65岁就要退休咧，剩无几工，钱若欠无够，毋知要安怎，焦虑啊！所以咱人有想要做代志，难免有焦虑。所以我讲吼，即个以下的内容，做下互咱的生活拄着，啊代表安怎？互咱敢有物件困袂落来？确实有啦，确实有。咱正到还袂到迄个境界，我完全会当放假。所以各位爱放假无？爱放。所以我甲咱即部分吼，设一个小结论啊。为虾米吼要放假？第一，过去已经过去啊，你敢有法度改变啥物？无啊，种个代志已经过去啊啦，你心内一直想无效啊。烧灭就烧灭啊吼，该失去就失去啊，你搁想效啊？无效啊。第二咧，我用这是讲一个代号，你会当对应任何的代志哦，对应着你心内放地下的代志，拢已经过去啊，你无法度改变啊啦，你搁想无效。第二咧，买物件已经变质啊。啥物叫变质？你介意这个查某个，你介意这个查某个，啊，本来吼两个感情真好，
结果对方变心啊，结果就变起来，若互拍哦，会伤啊。你的希望伊回心转意无？互拍袂呢，安就去啦。你喜欢你就去啦。啊，这是咱伫道场学习了，咱较安尼啦，以前袂啦。咱拢连来，咱拢乱来过吼。迄个乱来的滋味，心乱的滋味，互我知啦。互我毋是讲这无艰苦，是讲咱伫道场学了了后，咱有体悟啊。变一个物件，你搁留吼，有效？无效啊！你搁计回心转意，迄感情顺搁真吗？你随时会怀疑这个搁走去。这是基一个咧用爱情来咧吼，所以已经变真变歹去啊！你一世人拢等袂到复原的时阵，真正叫做不可能复原啊！以前咱定定听讲师讲一个啥物咧，用一个钉仔钉伫一个插头顶悬钉了，这个是上害嘛？你钉仔随着爬起来啊！插头到迄个问题啊，敢搁有伫诶？有啊，敢补回来，已经受伤了啦。实在讲，咱真受伤啊。所以吼，已经变一变歹啦。即世人我觉得，你老的无方便啦，过来无放下，无法度享受咱人的幸福啊。心情歹，人眼睛搁有偌好食的物件，你讲食出伊的滋味。较困难啊，较困难。过来，无放下，生命只是不断的消耗甲折磨。所以咱人生哪咧过哦，无必要，无必要。咱后壁再讨论者吼，无放下会搁耽误搁较重要的人事物，有搁较重要代志你爱去做。无放下。有一天，你家己会崩溃。无放下，咱的健康会愈来愈歹，甚至尾仔咱会安怎？生命有危险。我不只是讲迄个哦，所以咱这有深有浅哦。那无放下咧，尾仔你若无放下，受到敢会怎往往？心内都有一个物件，你一直放不下了，你修行哪有可能圆满啊？你无放下，办道无法度真正较方便啊。比如讲，咱讲的有人就有代志，有人就有事。世上人甲人相处较有代志，好代志一堆，厝里有代志，公司有代志。你甲朋友来讲有代志，你参加啥物团体有代志，你含骑机车甲人相杀嘛有代志。即个是安怎骑车学的咯？有代志无？有啊，道场敢有问题？咱毋讲问题啦道场内底较侪人咧修行，前辈遮多，前辈遮护法遮多。人甲人相处，哪会出问题？所以难免，难免啊！啊，问题是你要一直挂伫心内底吗？你拄着你道场，拄着人事的问题，你要一直挂伫心内底吗？我简单讲啊，无意义啊！咱修是希望尾仔修到安怎？道行圆满。人间来做仙佛吼，无忧无愁，伫天顶享受啥？享受天天，享受咱理天天堂风景，娱乐世界快乐啊！啊，你挂念迄个有咧修行的问题，别人修了有好，啊，你毋免挂这个代志啊！我讲你啊，所以有这种啊，安尼做一结论咯。那既然要放下，所以爱好个。放下每是咱咧讲地方吼，我甲讲放下真正有功夫啦。真
真正的放下，较有较简单。放下为虾米敢讲即句话？各位，啥物叫做放下？有的人感觉放下就是放惯伊，这是一个赞助，不要理他，这个是一个层次。我用道理来了解，感觉这件代志先安尼就好，这嘛是一个赞助。所以咱讲放下，其实不来的赞助，不来的方面会使来讲啊。啊，互我大只讲来讲，为虾米互我讲咱放袂下？咱有自信，各位，咱拢知影咱的自信。啊，各位，你敢知影咱的自信有一个足厉害的功能？各位，敢知影咱的自信有一个啥物功能？记录。各位，拢有手机啊？你拢有手机啊嘛？手机啊会使翕相，会使录影。啊，毋过各位，你敢捌拄过迄个？啊，奇怪，伊哪无爱互我翕啊，无爱互我录啊？啊，你有迄前辈才毋知啥囡仔看，啊囡仔就甲你讲吼，妈妈你这吼，你相片翕伤济啊？相片翕伤济，影片底伤济，手机啊容量满啦。所以咱的手机啊，咱的录影机哪有容量限制？满就满，底袂落啊啦。啊，毋过咱的自信咧，各位，咱的自信加虚空白大，咱的自信加虚空白大，加虚空共体。所以你爱知，对无始劫以来，咱来到人世间，一世一世在轮回。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你心内所想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世、每一世、每一世，你所做的代志，你所起的念头，大项物件自性拢甲你规个陆陆做伙，伊的空间呢无限大。所以各位有一个代志。其实是藏伫咱的阿赖耶识内底。咱因为世间太多代志，互咱无用，你想袂起来。啊，其实到无去，无拢记牢牢啊，真正拢记牢牢。所以你所拄着的好代志、歹代志。互你欢喜的，互你悲伤，互你烦恼的，每一个物件拢会记伫咱的阿赖耶识内底。所以你真正要放下，够可能？咱来安尼讲啊，你若用世俗的方法，无可能啊，因为伊就藏伫内底。等有一天因缘和合的时阵，迄个经济会去收拾咯。该拄着共阮拄着，你共款搁爱问题，迄个问题吼。所以各位，你爱知影即句哦。那咱人是安尼吼，避免咱有即个需要，啊，所以中庸有一句话吼，咱着照一个功夫啊。即句话各位真诶，你应该拢足熟吼。天路爱乐，痴迷花，有之啥物？有之中，凡事该重节，有之啥物？伫后壁我来讲着，所以功夫爱好，大家后壁来讨论看卖。啊，既然是讲吼，咱既然讲功夫哦，我爱想讲哦，学法无咱咧学习啦，所以学法甲咱报告是咱真正家己心内的体会。来，学习放下的方法，学法甲分做三个阶段。第一，对调整咱家己的行为中，停止自我伤害。你真正要放下，第一，对你爱看到即个物件对咱是有伤害的，所以你爱先改变你家己行为。你家己的行为爱有一个心理准备，有足侪物件爱改变。我举一个例啦，各位，你安尼远远看后巷哦。
我喙齿减不落去，咱敢知？唔知。讲这较好笑，所以讲互咱笑一下吼。对细汉开始，就总袂晓顾家己的喙齿啦，分段啦，互讲过啊，互散散。差不多10当前啊差不多10当前，人就甲互啥物啊？医生就咱去洗喙齿嘛，过咱有咧洗喙齿嘛吼。你洗喙齿，医生就甲互讲啦，讲你这你有牙周病哦。你有牙周病哦，你爱紧你爱紧去叫人甲你治的吼。过你知啊，互散散，互即句讲过来确实啦，这影响互太济吼，所以无安尼调侃家己吼，有进步袂使吼。尾仔前3当，差不多2、3当前啊，有4支喙齿吼。开始咧摇一起吼，头先是一起先摇，互我做分段看医生伊就无法度处理，就无爱去见医生足奇怪，就无爱处理咧。互我当咧摇吼，各位你知影喙齿咧摇吼，你也无法度甲固定啊，足忝诶。你咧抱物件的时阵，你喙齿会歪去嘛？歪去了，你咬落了是毋是喙齿紧诶插入啊，会疼咧？互我第一支喙齿吼，真正着手起过来去啊吼，互我第一个摇的喙齿吼，拄我一到去越南的时阵吼，家己大一直讲摇愈摇愈厉害啦，互我也家己讲袂着吼，家己甲慢落来。其实咱的喙齿就是安尼一直松去啊，规喙拢破去，互我搁去找一个配料，讲你敢有排名啊？所以咱咧喙齿话袂流伤济啦，咱其他无迄个问题吼。所以就安怎用棉花甲挤过啊？迄阵佫无觉醒哦，各位你毋知？迄阵佫无觉醒哦。毋过互我用体吼，互我一支喙齿佫流的哦，伊有家己挽的哦。伊迄吼，咱佫是结石嘛，牙结石嘛。对咱喙齿旁，咱喙齿的边仔甲肉相接的所在，你洗喙洗无清气。伊会慢慢积，慢慢往下渗透啊！你往下渗透，你的肉甲喙齿就袂合，袂合就安怎？袂合就细菌会走入，走入就愈来愈严重。尾仔安怎？不落去放去，所以互我紧吼，规喙减规齿，你敢知？减8齿啊！而且减8齿咧。互我真过咱笑讲吼，是无奈，无奈啥物无奈？无奈咱过去无知啊！医生甲互我讲一句话，伊讲牙周病无药医啊，你有能当医福病较来医啊。牙周病唯一的处方，唯一的处方是啥物？你逐工食物件了后，甲你的喙齿如何清气？医生讲安尼尔，拄我着互我个毛病，互我变做分段水，互我看无咱散散。对迄边开始吼，喙齿安尼处理哦，挽差不多真重哦，因为一道挽一齿，一道挽一齿嘛，一道甲佫有一款无好的喙齿。伊照 X 光看我喙齿筋已经无效的，伊就甲你挽掉。所以我真主要减8齿，所以减喙齿吼，若无代谢啦，足麻烦，你敢知？迄补物件吼，毋知你补啥？补袂得啊！即个吼，经理爱食土豆，伊就拢倒伫互我的碗内底啊！倒伫碗内底，你袂食佫袂使。你无喙齿啊吼，你搁要补土豆，袂补钱啊，真正袂补钱，艰苦啊！各位，对迄边咱觉醒啊！所以医生讲你食物件了后，你着爱刷牙。我就乖乖刷牙，我就乖乖刷牙。所以各位，我若无刷牙，连工你就看到我拢无喙齿。
这是互我习惯本来就歹，造成伤害了，你阁无互家己停止的话，伤害阁继续是正常的啊。所以放下啥物？放下互恶散散的心啊！放下互恶平常时对家己生活一点都不在意，对家己的健康无注意迄个心啊，甲心转来。咱人即个身体无遐简单呢，把握咱即个身体，顾好咱的身体啦。各位，咱即世有福无？人的年纪会愈来愈长，你年纪愈来愈长的话，咱的身体才会堪真过你感觉伤过。人会愈来愈老啊！你平常时若无适当的训练你家己，调整你家己，到咱年纪大的时阵，咱足侪物件会完全无问题。所以咱要提早做准备吼。所以学习放下的方法，第一，先对调整哦。无管是以咱无管出去为咧，敢佫有其他的，佫有你家己用共款的道理去想，只要即个物件对你有伤害，请你先调整你的行为。第二咧，咱来研究即个理论，对通体理论来讲，明白为虾米要放下。第三咧。既然咱知影为虾米放下，你就爱实践去甲实践啦。所以其实讲起来字遮侪字，毋过道理就简单。先停止家己受压力伊的伤害，毋通互家己佫继续受伤害啊。第二咧，爱研究道理，咱等下大约甲咱报告一寡道理吼。第三，就爱请咱各位来实践吼。来，那既然要研究道理，各位咱来看，放下两字，伊啥物叫做放下？啥物叫做吼？一字来讲吼，毋过这时间的关系，咱大约讲就好吼。互较紧，压力是莫过好，对吧？啥物放下？放落来叫做放下，所以放的意思，摕起来绝对有先摕起来，搁有一个吼，放有方法无？轻啊放，重啊放，凊彩放，用心来放，各位内底拢有感悟伫内底哦。那咱人伫人世间，你要使用一个物件，爱摕起来无？爱。无摕起来要怎用啊？我要刷牙，感觉刷牙刷。爱啊，牙刷咧噜噜噜，放伫咱需要用的所在，使用了咱就甲放原位啊。所以吼，人性是捌讲过，伊讲学文字就无通求其放心而已的。这个放，就是咱来学这条放心啊。所有的道理，归其源头，就是互咱的心无受干扰，去亲近啊。需要的时阵，你甲摕起来；无需要的时阵，你就来放手。缘分来的时阵，咱就随顺圆满；缘灭的时阵呢，挥手祝福啊，该走回走要紧啊。人有人的因缘，你6万年，伊嘛6万年呢。各位，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6万年的因缘爱去了断，人嘛有伊6万年的因缘爱去了断。这不管啥物关系啊，人就是安尼啊。所以我简单去一个，咱尽量会烦恼咱的下一代，爱带。各位。尽心尽力就好啊！这互我的想法啊，这互我的体悟啊，你着尽心尽力就好啦。为虾米你敢知？我讲啊，你虽然伫道场，咱知影道的宝贵，咱体悟着道理的好处，咱了咱6万年的做。
啊，毋过你的囝儿逝世，人共款6万年啊。你也知影你的囝儿逝世6万年来做过程有偌济，你敢知？毋知啦。你敢有法度替伊担？都毋知影我要讲担。你也知伊欠钱，咱使我钱哦，也毋过伊欠啥，咱讲知？毋知啊。所以尽力而为，延起的时阵，咱就互咱的因缘圆满；延灭的时阵呢，该走就走。啊，所以吼，适时拿起，适为利用，适时放手，这是白的功夫伫遮。简单讲起来，互我有法中道利用，正为依归啊。该体就摕来该放就归咱的正位。像我头拄讲的，中庸内底有讲，天龙爱乐之味嘛，有一种法是该中节有之何？人本来就有天龙爱乐啊，欢喜你甲笑出来无要紧，悲伤你着甲哭出来无要紧，啊，毋过笑爱有一个节度，哭嘛爱有一个节度啊。喜怒哀乐拢适当适时啊，吼，所以即个吼即个意思吼，第二，啥叫做哈？哈的意思就是代表伊有关系，所以各位咱咧放下的时阵，你爱注意，地有远近，有远甲近嘛，远甲近啊，代志有轻甲重，人有轻甲疏，物有适当甲无适当。上下是有分，时间有先后，方法有关系，缘分呢有深浅。所以啦吼，伊的秘诀就是啥物？足简单，重要的排第一。这是咱对放下这两字来解决。所以简单来讲起来吼，放下。伊若达到伊的境界，就是啥物啊？咱的信心该得大自在。讲到遮啦吼，互咱看明种面，鼓励咱各位青年，咱真正来好啊，去道理吼来。互我对这两个兄弟吼。呀，我甲咱解释一下，为什么咱来放假咯？这是两只鱼仔咧冤家，啊，过伊也是后鱼仔无手啊。咱人冤家过咱相拍，你敢知？啊，鱼仔无手，啊，要咱冤家，伊也无法度撒石头啊。啊！你用头弄头，甲你过会不舒服，所以你用废沙啊，土沙就对啊。两只互相废沙安怎？表达我对你不满啊。所以你个发现真好食。吼吼吼吼吼，吼吼。哦，好。来，各位听众，咱梦想讲咱是鱼啊吼，咱用咱人的角度来看，够意义。发泄了，你讲，我着把我的压力发泄出去，不满发泄出去，好啦，安尼会使啦。啊，毋过实际上有意义，无意义。
贵树啊飞也袂着，啊，迄树啊敢有包，啊，伊伫水里咧，伊伫水里咧水冲的，树啊都无去啊，冲一个，啊，咱人就是安尼啊，各位详细想看觅，当你心内有所不满的时阵，到伊，上时阵哦，来，佫有一段影片哦，伊拢做短短安尼个吼，即段就意义啊，就冷战艺术啊。Сколько они могут так? Вот читали. Вот пробуем уточнить. 伊这是啥物呢？伊这是欧洲有人伫因兜的门骹口看到啥物啊？伊伫因的门骹口看到啥物？两只鸟仔咧争一块肉啦。翠鸟啊，伊迄字条写讲是翠鸟。啊，各位吼，两只争一块，两只拢无要放手啊。袂使讲放手，讲放手啊，叶条条，伊无爱说，无爱放就是无爱放。啊哟，伊边仔的人就感觉足奇怪，讲吼啊无吼，恁若要争，无要紧啦，我搁另外一块互恁，恁查拢有啊。所以伊搁啥物？伊搁杀其他的包互伊看。啊，结果伊要放手无？啊无。无。所以你看，伊搁杀一块互伊啊，恁赚一块好无？无爱。啊，无爱啦。放袂落，无爱，啊，搁杀一块互你，无爱。这吼，所以各位看。哎。Сколько они могут так? 哎。人拢杀其他互伊啊，佫有其他的好物伫遐，无爱就是无爱。咱人才安尼。哎呀，执着。我头仔讲过吼，这有两层的意义的。第一，各位你爱看，轻重看清楚。咱用咱的生命，各位，你今日为出世到今，你拢咧消磨咱的生命，无时无刻，咱的生命是一点一点无去哦。啊，咱过去咱毋知要紧啊，咱尽道理咧研究，咱就爱去体会。你尽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是用生命换来的。该食饭，咱来食，啊无身体挡袂牢；该休困，你无休困袂使，啊无你的身体感觉挡袂牢，咱无法度一直操落去嘛。过来，你甲别人咧相处，像咱看影片这个地啊，你有情。甲人有所相处，生活的时阵，你是用生命咧争哦，所以你爱知哦，任何代志不管大小，你拢是咧消磨生命。所以你的生命，看你家己的生命，看偌重，一切以重要为主。像我头仔讲的，放下迄个下就是教你安怎重要的摆第一。你要争，你要表现偌紧，适时、适当、适量，意见有表达啊，环境无法度改变，咱搁来想办法。啊，搁反过来，咱讲的啥物啊？各位，固执其实有两种意思啊。一般凡事固执，其实意义无大。啊，毋过圣经甲咱讲，即讲有主讲的哦。择善固执，择善咱固执无？择善固执啥物意思？我今日来道场学修道、学办道、学修讲办，这是毋是正确的一条路？既然伊是正确的一条路，咱就爱坚持、爱固执。我绝对要行。所以吼，互我用这要甲咱做一个。咱互相来勉励，放下放下，啊，毋过其实有一寡物件你爱把握着，吼，啊来。
咱过来看后标，时间的关系咯。所以吼，放下你若想较大迄两个物件，你无放开，你永远就袂较大自在。那放下来看，你要安怎做？互咱吼，家己的经验用3字啊。第一叫做止吼，止咱头拄讲过啊，停止家己的伤害，停止互家己伤害哦。第二就是互代志毋通阁继续严重落啊。第二用仁，仁是咱心要想的代志。第三呢，义啊，义就是你该做的代志，叫做心。你身体要力行，所以其实应该拍身行哦。所以后壁有这，啊，连到过你敢知影你要放下啥？对于下早讲到这，对于从我开始讲到这，记较侪个，你各位你敢知影要放下啥？每一个人吼无共啊，啊，毋过各位，你若无甲你烦恼的代志一件一件写落来，你永远放袂完啊！互咱哦，去网络，我去网络收集一寡资料，各位咱看较紧的，时间的关系，咱看较紧的哦。吼，你讲放下要放下啥物吼？这是现代人烦恼的头前20件代志。我收集资料，咱先看头前就好吼。第一，收入无够；第三，厝价相关；第四，工作拄着压力；第四咧，健康出问题；第三，咱心内有压力。表面生活无啥，心内有压力。第六，烦恼未来；第七咧，家庭关系无好。所以这7项敢有咱烦恼的代志？拢无，有前天拢无讲。来，第8项咧，烦恼第2，我就有哦。第9咧，想要赚较侪钱，咱来做投资，会烦恼，会烦恼。第10咧，囝儿的教育，这做着前天，像我嘛咧烦恼咱兜的囡仔吼，无离道场，无爱来道场吼，咱嘛会烦恼咧，子女教育啦。第11咧，长照问题，咱家中若有人啥身体无好，咱就是要照顾，尤其迄老人年纪大，有一寡病歹治，这长照第12叫做感情婚姻，这足多。第13咧叫做时间无够用，工课。第14咧叫做人际关系，第14叫人际关系。第15叫做造业。其他物件叫骗你，各位恁敢有叫骗你？有诶前就捌骗过咯，捌叫骗过哦。咱就有一个前骗伊讲伊去脸书看一个物件敢若袂歹伊就寄回钱互伊咧，伊佫无去啊，人拢无回钱，物件无收着叫骗你诈骗来，第7咧毁人环境，烦恼空气甲环境。第17食物件的问题。第18因为进网络真方便，所以有做侪人有数月焦虑第19啦外貌身材。第20咧人生方向，这是互我伫网络下来，咱现代人上烦恼、上高烦恼的前20项代志。毋过其实啦除了这以外，因为我有准备一条歌咱听者好啊，听一则就好这是咱济公老师伊讲的，所以烦恼遮多啦伊内底问咱4个问题，包括咱读过20个问题，包括咱济公老师这个问题。伊讲爱中爱对倒来，为何会期待？听一下歌好了。要听一则就好。咱若心情无好，感觉有压力的时阵，各位听歌好无？好。听歌可以放松我们的压力为何会期待？
爱从哪里来？爱对得来，为何会期待？情从哪里来？如何受安排？人从哪里来？是谁在主宰？道从哪里来？怎样才算明白？咱心内的烦恼，除了读大迄二查目以外，其实其中就有这4项啦。我等下甲咱说啦。啊，毋过咱这讲老师甲咱讲安怎？当你还袂法度，甲迄所有的迷信拢解开进前，咱毋免讲家己过了无好过啊。花谢会再开，你花园前的花一支一支重重拢会去开的。啊，咱人生就是安尼，对，咱人生就是安尼。啊，毋过你种花花一丛一丛伊开，你会一直甲压水啊。潮退会再来，啊，毋过咱的青春有几载。咱人活伫这世间，真正你会使利用来做对咱家己有益的代志，各位有偌济？无偌济。咱无可能无困啊。互我年纪愈来愈大，咱着感受吼。我若一天下也无困吼，我爱补1礼拜补袂倒来咧。哦。少年的时阵无差，少年的时阵我有时看遐比赛，规暝无困，隔空精力十足，佫困1醒就好啊。啊，真诶，我若熬夜1点哦，1礼拜变来变去补袂，迄边拢补袂到。所以真正咱会使为咱的生命做出有意义的代志，敢是真正有限？不管如何啦，这个老师甲咱讲，不管如何。看海看天哦，先放下，先放下，互咱的生命先自在，咱才来求解脱啊。好，所以各位哦，这首歌最有意思。为什么会安排这条？所以原来有续集的。互我甲咱所有的问题，拄仔迄20条，包括咱济公老师讲的4个真好解。咱人的问题差不多这6项啊，差不多都你有想啦。你讲你咧投资，你讲咧经济，摊摕着有形的物质，全部拢叫做福报。你讲家人相处无好，你拄着好代志、歹代志，身体好歹，迄拢叫做因缘。你男女之间的，叫做啥？男女之间、爸囝、母子囝之间、朋友之间，这叫做情啊。男女之间，咱搁个加一个叫做爱，情爱。你对人生的问题有知识，这叫做智慧啊。人生过了袂安稳，咱就要求一个安心的方法啊。你对人生生死的问题无解，咱这叫做归类到人生问题。所以各位，人的问题较侪，随着个人因着规个铁棍有啥啥，讲袂完，真正讲袂完。但毋过，我收纳着啥？这6项啊。白，咱着了解伊的应用，就遐用。来，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讲哦。针对福报。所以福报咱听上侪啊，福报到精世，福报是精世所尽，今生所受。即句诶，各位前面绝对拢无问题。啊，毋过后壁迄句咱着爱注意啊。今世人，咱种下福报，会减会加袂？看你即世人做了恶歹，今生善恶为材料。所以你要真正的放下，你要得到福报，你要挂念这个福报的心，你功夫爱落伫啥？止掉咱内心的贪念。咱若有贪嗔痴、贪心的人，永远袂满足。你心内贪念若相当，你搁安怎贪？你嘛贪无够，啊，就无当讲放下，无可能。所以，成之汤对自心做起，伊就是做你正常该做、为有因忠诚的代志。在施法施不为施，你就去种福德，这叫
做标准的正确点。家己莫做歹代志，做对众生有好的代志，各位福报自然会来。这就是互我头仔讲的，你爱知影伊的根源伫倒位。你烦恼的代志，若是甲福报有关的，你就是去做好代志。那讲到这，互我来鼓励各位一下，你爱知识两种的方向。第一个方向，道场你绝对爱保身；伫道场你绝对爱做事。伫咱先天运动，伫咱先天的道场内底，你所做的知识拢叫做功德。功德就是要改咱过去世冤亲罪债，要互咱人间做人才的。道场你一定爱保身，爱知识啊！迄是啥？功德哦，毋是福报哦。所以你知识伫道场，毋通甲转做福报。你毋通讲啊，我定定，你着啥？我定定来道场。我希望济公老师互我做个钱，歹势。为虾米？因为学鼓励各位一个留功德留的，因缘到的时阵有通用啊，人间转去理天的时阵，红运较济啦。啊，所以第一，知识咱的道理；第二，你爱去外口世俗。你爱去做啥？做好代志。所以你若讲知识的话，你会使去做人来讲的那个啥？急难救助。急难救助，迄是标准的福报，两项拢爱做。所以我记得咱遮是毋是有众志爱心会对无？迄就会使做。三寸知识，啊去做对众生。即个人艰苦啦，甲照顾甲啥，救人急难解冤亲所以佛案以即个福报为例，甲咱讲，咱就是伫即个角度落来时间的关系啦因为我搁准备另外一个，所以咱搁来听另外一个即济公老师头拄仔甲咱讲的，咱的问题较侪，毋过即个咱讲即个咱互咱解决的问题这是带迄条的续集哦。带迄条是人工死的问题。遮咧，甲咱解答，来各位听者。